大概有差不多2000桶冻吼，超过2000桶吼，因为这几冬来吼，开始再出去烧的这个数量愈来愈少吼，所以讲伊遮咧求救啦，甲所有位求救甲环保署求救吼，不过呢，因为本身这个处理吼，主要的负责单位是县政府，所以讲吼，伫遮拜托县政府吼，当加强努力吼，来调配这个本身吼，嘛希望会当提出更较好的政策来。那大概平均每个月载出去的量大概都多少？阮拿以生产来讲吼，一个月大概靠向来制作300吨的本身。若如果讲安尼一年就是3600吨嘛吼。伫107年的时阵有载4200吨出去烧，是可能因为进前的累积啦吼。但是108年时阵载2000吨，安尼就是安尼算起来就会加千几吨啊，吼，加1600吨。今年到今仔日为止吼，大概在300吨，安尼我搁加900吨出来啊，所以伊的增加的量大概会当安尼推算出来。网络看到哈，咱头号本身已经对这个吼超过2000吨啦吼，这数量讲起来是真大，尤其是过来都觉得是热天啦吼。那我们刚好是面对武汉的疫情，也刚刚都要走入尾声哦，所以很担心的话，不要又再造成另外一种公共的卫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就迄个环保署家的关心，伊的本身一定爱去去化，要安怎去化那掩埋就掩埋，那爱入去焚化就入去焚化。所以这一定安怎一定关于甲卫生我看要安怎处理，这爱赶紧有一个风向出来无你若平咧伫遐你那个笨手坑在底下，平在底下时候，其实是会造成另外一种公共卫生的问题这嘛是咱所担心的一项。今仔日的时候，咱环保署总队长已经下来落来初步的先甲咱答应先帮我们去化500吨但是未来当然嘛还佫1000多吨，佫来每一工也佫咧制作新的本身所以这量的时候一定为什么咧增加的速度会真紧然后所以这家就是总队长的贡献赶紧的时候将这本身的时候找到有所在时候，咱就当去分配。那我们队长说明，短时间我们希望跟县政府、公所还有处理面会协助调度，然后大概我们目标啦，希望大概能够在1年之内把堆积的这东西，包含它每天产生的，能够把它清干净然后这个地点以后要做怎么样的设施，做怎样的运用这个在公所跟县府要来思考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还是呼吁县民大家一起要把垃圾多减量减了之后呢，垃圾减了之后呢，大家要处理的问题就会比较单纯